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昨咱新闻讲到车轮饼，老一辈有人讲是公仔粿，下港惯是讲红豆饼，若北部是有人讲车轮粿较普遍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就是练，读乐演练，第二条车练的练。其实读练这是照用字，车练就是车的练啊，外口的坑咱讲是车练坑。另外风车古早有人讲是风吹练，有人讲是风吹练啊。另外练嘛会当算是算练的单位，咱讲一练两练，像讲这台车四练拢爱换。另外还有一个音读做轮，会当讲是边头替换，像讲轮到我值班，咱讲轮班。若是照抽考的顺序边头来轮流，咱讲是轮考。另外这个轮嘛有关节的意思，像讲关节若是受到伤害走位，咱讲是脱轮。还有现代电影上市，咱讲是首轮、二轮，还有12年，咱现代讲是一轮，古早讲是一几年。另外，还有一个音读做拎，这嘛是照用字，像咱讲趴车拎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脱轮，脱轮的意思是讲关节去弄到，或者是去伤害到，害骨头为走去。第二个词读做转轮，意思是讲目睭轮四围线叮当。若是讲伊伫注心咧看，咱讲是目睭无转轮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观众伫咧现场看特技表演，看甲目睭无转轮。也毋过一方面嘛，烦恼表演者，万不利若是一个四角菜为顶面摔落来发生意外，骨头就一定脱轮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拎，也阁有练，这是照用字。另外一个音读做轮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